又到咗同大家講新股嘅時間，我哋今日講華希達。華希達係一間提供智能家庭產品嘅 B2B 公司，產品主要分咗兩大類，第一類數字視訊設備，而第二類係網絡通訊設備。按照2024年嘅銷量統計，佢係全球最大嘅 Android TV 智能終端供應商。2024年企業客戶嘅智慧家庭產品市場入面，全球排第8，內地排第3。不過市場份額就唔超過3%啦。今次招股集資所得嘅35%會攞嚟投入 AI Home 嘅技術。佢哋嘅家庭智能體 Cider 已經完成研發，踏入咗客戶測試同埋商業化階段，預計2026年嘅第4季度就會產生收益。最近招股嘅新股市值都係比較細嘅，華希達自己就70億啦，冇任何基石投資者，保薦人係中信，一手入場費3313蚊。5月21日就招股截止啦，5月27日下星期3就正式上市。你哋日抽唔抽呢？download埋 ACAT 加入我嘅群組，一齊繼續傾下。